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5月20號。市場過去一個星期繼續關注油價走勢會唔會加劇通脹，加上美國經濟數據仍然強韌，支持美匯指數回升去到99以上水平。由於美國經濟較能夠抵禦滯脹嘅風險，預料美匯指數喺今年第三季尾或者會維持97至到101區間嘅頂部徘徊。我哋繼續建議逢低吸納澳元，由於市場睇好澳元倉位已經處於較極端嘅水平，而美元或者受惠避險需求，均令澳元對美元難以持續喺0.7225阻力之上。如果油價維持高企更長嘅時間，日本、歐元區同埋英國可能面臨更嚴峻嘅滯脹風險。澳元對日元、歐元同埋英鎊似乎有更大嘅上升空間。另外，我哋亦都預料同為商品貨幣之一嘅紐元將會跑輸澳元，除非澳洲央行嘅取態比市場預期嘅更加鷹，或者紐西蘭央行嘅較預期鴿派，令到當前澳紐兩國嘅利率預期出現重大變化，否則澳元對紐元交叉盤較大機會已經見頂，而紐元對美元則有望上升。2026年年底目標價為0.65嘅水平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